昨几日刚出日头，搁再落大雨，天狗日的疫情变甲搁较正力。上界严重的就是高雄市，一天内拢总3个病例，今嘛已经累积到31例。其中上新的疫情就是日咧左营，可能已经断开。另外一个上界远的路德区，有和别个所在无同的第2型病毒。另外台南市5天内出现4例病例，现主是判断讲，这个感染源拢是中西区东菜市场，这2天的休市专门来喷药啊、消白网啊。红蟒大队伫高雄市乐德区来转药啊，水沟啊、花坑啊，还有这个空厝，每一个空徛拢袂当甲放过，因为遮已经开始出现这个天狗热的病例。所以这水你一定爱清，我嘛是要伫内底。根据统计，全高雄市对原本的三明区增加到26例，凤山、前镇、鼓山、乐德、左营拢有1例，拢总31例。这个疫情亲像有断开的现象。一声高雄关着，台南嘛对咧拍卡唱。隔壁的台南市，伫咧中西区有2例，永康东区各1例。5天内出现拢总有4个病例，其中年纪上细是简单2岁的查某囡仔。经过调查分析，这款人齐做伙烧话，拢是对这个东菜市场来的。市政府就紧来关这个市场2天，集中来甲喷药啊。市长黄伟哲取消出国的行程，专力来投入这个防疫的工作。说台风有降雨，那这时候蚊子密度也会上升，而且是会比前一个波还上升。伫4年前，台南市捌有这个天狗热有几万例这个案件，迄当阵中华医校伫咧这个校园内底的水沟啊，来饲这款会食蠓仔饲的鱼啊，亲像大肚腩仔甲这个孔雀鱼，到当真明显会当阻止这个蠓仔来生炭。不过风台期得要到啊，南面落雨，南面出日头。拢是遮个蠓虫上会生炭的时阵，民众配合市政府来转药啊，家己嘛就爱做好这个徛家的清气工课，才会当成功来阻止蠓仔胃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